全球暖化即马已经成做是国际性的危机啊！这也造成真侪国家呢，拢来出现即个极端气候。即马为着要来因应，避免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伤害，咱的环境部甲企业是斗阵来合作推出即个hiệu量的地图，互有需要的人会当照即个地图找到倒位有提供hiệu量的所在。 热天一时会当看到公园拢无囡仔咧耍，受全球暖化影响出现极端气候。热天的时阵，高温是要到40度，超过人的正常体温。长时间伫高温之下，对健康有真大伤害。所以环境部和企业合作推出抗高温的hiệu量地图，全台湾有5000外个所在，互有需要的人会当使用。上热的时会当入去有冷气的所在休困。我们在7月的时候提出一个抗高温量式地图，热的环境之下，你能够打开之后，附近能够有什么让你去做一点调整，这对身体的健康非常帮忙很大哈。那4个多月以来哈，我们有5000多处的量式的地点，也提供了15000次以上的一个避暑的服务。在超商门口贴出个天气炎热，若感身体不适，欢迎您入内吹冷气休息。 环境部讲，为了应应极端气候，除了检讨嘛，爱做好社会照顾。亲像体温的调适能力也无遐好的囡仔，另外也有适大弱势族群，拢应该爱优先照顾。政府未来嘛，打算要甲抗高温的行动走向制度化、标准化。专家是建议，会当参考国外的设备来改善公园的环境。儿童他在玩耍的时候比较靠近地面，所以有时候地面的材料的这个反射或高温可能会影响到他们就我了解，很多公园在设计的时候其实都要做阴影的这个分析，那材料的这个分析公部门面对一个新的公园的时候，怎么去强化遮阴，确保儿童的这个安全，户外游憩的这个安全。那针对旧有的公园怎么去改善？那这个也是我们同时都会关心的事情。 环境部表示，高温的气候挑战是需要大家共同面对，希望未来会当有更加侪企业斗阵来响应，做伙面对高温，打造舒适佮安全的环境。记者陈心东、曾俊佑台北报道。